安叫好无啊？哎呦，咱每对了唔同唔敢养个散啊！哎，退休的本意下啦，唔要做乜个账号。其實啦，史太牛當到性感度嘅發上嚟講呢，你後生嘅啊，你正常嘅字叫做心肝肚啊，有乜嘅感受哦？歡迎大家來到位超好了，老 Andy 向下留面線，大年都落線，大禮拜三，啱每條8點，留面線差不多點，等你來錯了。耶！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今日嘅福喜來到嘅節目，都改下個短片，大家是第2嘅新節目《留面線插寶點》哇！今日繞牆都係記到嘅一項節奏，引導兩屆主持人，大家來分享記到一開始咧繞牆嘅就係齊澤偉。哦，1年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齊澤偉。耶！歡迎這位哥分享這位哥，聽日咧繞牆嘅係呢個。不得了的，不得了嘅，好吧？英珍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英珍。就係楊英哦。我係英珍董江。其他嘅係人。好，聽你跟繞牆嘅哦，幕後大功臣幕後台工廠羅咖喱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咖喱。耶，怎麼突然變害羞？你們好點點變到猥秀樣？對，他剛剛有些緊張，他講大家好，我係咖喱。明明開始了養之前唔係按楊英，好嘛？你是拜嘅OK， 好，我嘅講過按楊英。我覺得我知道呢個節目真的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，你兩個挑為主持的，所以其實我根本唔是訪問哈，你自己打嘴鼓啦哈。唔係邀請來，向下預備開始，留面線，大年都落線。不要這邊來比。你不夠格啦。做乜哦？因為佢好上，好上對，錯，你係一個語法錯解節目。好，我們正常一點，你輕鬆啲來，好好的紹介下，了解節目該播出時間，了解節目係乜嘅節目？呢個節目好多留面線插寶點，係喺調價，很多雜味調價，而係喺。做衰嘅行為。這個講呢個節目係樂齡版的太大學生的美，我當到65歲以上的阿公阿婆，也係阿叔阿伯來上緊節目，好來講出心肝肚嘅話。阿佢睇後生嘅行做唔得。係啊，唱唔出做唔得來咯。唔係有咩好嘛？唔講我要成講一下，因為節目對客家電視台，對客家電視台來講，你們語速很快，你要講話都輕點，我們有一些。慢一點，還慢點。好。我意思講，按樣嘅節目對於大家來講，青春永遠講，其實讀2006年，其實台灣係高齡化社會。該東西其實65歲以上嘅人應該係時尚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可能該東西到40點，父母該都係呢個文化錯解阿公阿婆。意思是什麼意思？是講，其實這是我們要非常重視。你動從事嘅嘢族群，而且你大家都講哇，後生人要動到嘅話題做啲討論，其實很多老人家的問題，你長得關心。對，而且記到你大家想嘅冇強弱。好，我們會有一個好刻板嘅印象去想記到，不是跟他們是不一樣的。公司採訪我吃個挺好看，因為我吃到記得話真的很可愛，請等一下你嘛。好，更多條片來，製作人給我講一下，這個比較像是抱怨大會。冇啦，其實我知道迄本嘅真言，迄本市場有一隻素材做得好好，因為頭擺嘛，當到殺雞一隻節目嘅時間，就想到做得錯榕樹下帶下，大家人哋泡茶打嘴鼓啊，其實沒有可能以前阿婆都會講，我依家不要留面線哦，佢就去嗰邊，然後你泡茶，然後你行棋好行棋子安樣，是很輕鬆活潑的。啊，其他的咩會講當到佢可能佢情感度嘅花，我錯講情感度嘅花也係輕鬆嘅喂。還有講過嘛，唔單止係情感度嘅花，其實還是可以學習很多，學習動作，還是有幾條聽說有幾條人生嘅機會。不過講到咧，這個面線哈，有時候俺媽媽妹妹講一下，你要讓你真個勁很面線呢，比較負面嘅詞。講態度咧，唔過啲人你節目地度，講態度冇相關，點都動真。係。如果本睇下 DNA，讓人家想嘅係乜嘅，還有本後生人來看，讓人家其實冇你想象嘅安樂。
其實叫當到相反無。係啊，韓國其實溜麵線也就吃飛啊，其實對我來講，因為當初我也就名嘅係我敷衍跟小東亞普通家人嚟講，因為他講不是講麵線係比較負面的嘛，冇錯。不過咧，因為一開始節目嘅設計就會講，他們有點像是來抒發情緒，有點像抱怨的感覺。對，但因為大些個主題冇空用嘛，可能有一些會穿插冇空用的紫色，也係重壓到底度，那駕駛工就會就是會把味道嗰種麵線的感覺比較淡化一點點。錯。對，我冇吃到幾係真嘅負面，我就請等一下，我要去溜麵線哦，就我要去大椎骨了，係排泄哦，你啊，我要去隔壁溜麵線咧。不過講到也好，我吃到因為我看我吃到清河跟我就有兩個也是有大工程，就6啥。你又吃到6啥真嘅清雕淡哦，原來你咁講嘛？你要講一下嘛？還是你要加牙幾飛好咧？講一下，講一下，走對。因為當初設計啊，節目時就提早你就會想到。先因為拍啲節目有老認真有合作過，就啲講佢老阿婆嘅、家婆嘅感情情好，韓國佢老師他你相處嘅時間，還是講懂我空用，真的是我們就頭家就講，很像那個國民孫女嘅感覺。我知道講一下真嘅係幾個特質，錯。我們必須承認，你就是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特質，而真嘅有愛有嘅特質。係啊，韓國當到療養以後啊，其實當到嘅斯坦人都會講，呀，什麼人客家話要講人好，要按講，對，要按講，很自身嘅，懂親切的感覺，按定一下。錯，韓國雜味哥就唔是講嘅，因為佢從當年大陸頭開始就婆媽殺手。懂過？你們真嘅係婆媽殺手，還有國民孫女啊！其實我懂什麼呢？這種人啊，其實我啲鬧演設計嘅時間，佢主要講，我記得佢有講過，佢有年做節目法，一條潛動啊，其實我當感同啊，我沒有問啊，因為新聞標題下，就是我是那個婆媽殺手。如果講到一下，我真嘅知道，婆媽看到你真嘅情反應。可能因為我自家咩當周德龍斯坦人相處，我咩唔定我用啊越安尼呢？唔但只係周德，而且我覺得你也喜歡，我知道你也中意佢哋相處。不過第一點度嘅人設，你係阿叔係咪？係啊，阿叔 uncle， 你係。我係一個廣東省啦，因為係講緊幾個小子女，唔講係佢是接到一隻指令嘅時候，有時嚟敬重，因為雜味哥對人嚟講就係一個當出嚟學習嘅前輩啊，大概就係叫雜味哥，唔知冇？嚇，佢這種人就打電話同我講，認真啊，嗬，節目上聽嘅叫我做人嘅阿叔哦，我背脊有發涼。我講，你想講，我嘅強調嘅時間，但係我下雜味哥要同意哦。我講雜味哥呢個詞吼，我講一件事情，3歲到80歲全部係我雜味哥。你可以申請專業，雜味先生，雜味先生。我嚟講正嘅，因為我嘅粉絲啊、歌迷啊、一朋友當到，譬如講佢高中聽我唱歌嘅，到你下都強聲人咧，其實嘅聲人係我阿叔、阿姐，其實冇乜嘅差別。係啦，你嘅歌迷有做得來上節目給你嗎？有哦。有冇啊？有就係我朋友嘅媽媽、粉絲嘅媽媽嚟上嘅叫。哇 ，OK。要當到嘅來賓一來啊，就看到嘅雜味哥就講，我要去個鬧熱咯，嗬，你要幫我打分數。有啊，你打我分數，可以講。哦，所以古松用誒用啥用主持下來講用誒，有冇？做以後呢，因為雜味哥就做得照顧現場啊，韓國同一條總比就當像朋友，啊，我咪當什麼機動感車去哦，我啲咩鬼咩怪。冇啦，我老認真本來就認識嘛，因為兩啥啲嘅歌唱地方都譬如講一開始6年嘅時間要培養默契，我冇想到你1-2開始出動有咩嘅，我知道佢咩啲講我做乜嘅，我咩啲叫做乜嘅，我知道你喺當好你節目，啷個一隻火花，我咩知道懂好，我咩知道懂，唔講係公司採訪，我知道真嘅係人的特質。你聽說點解意思？因為佢哋對於老人家很有共感，親有共鳴。然後我覺得尹正也是一個很
很爱护，就是你知道他係啦，很因為我同我家婆嘅感情係貼配好，我家婆又係嘅同好教嘅你。故說我大伯就按你同佢教啊，就發現到我七家咩同好老人家，尤其之前有上過一隻節目都懂吃。啊，個糧食製作單位就問我講，有興趣來參加冇？佢說假是同我家婆傾下，好啊，有興趣啊，然後我就希望我家婆咩懂好笑呢？你唔係做節目啊，我有個開發嘛，啊就下後做嘛嘅事情，啊我就同劇本啦，係啦，然後我就同阿婆講，就做得按係好，唔是緊張，就做看按嘅，哦，結果要參考嘛，做嚟參考一下，至少佢啲啊，佢當然問我講，今日上節目我做嘛嘅咯，我就講唔就看嘅這個啲嘅啊，哈，這很多沒變，結果咧，都我了解嘅糧食，就轉去，然後就問我家婆講，個劇本要看冇啊？如果我嘅劇本哦，嗰個唔係要基準去本唔係，佢話有啊，你當我家講嘅片，我家講高神咧，啊就嘅神作當好，啊就按你標的，責神作，係責神作，公然責神作，一出到按你撲題哦，一了解，我講基本了解吼，按你要看冇，阿婆就講係咩唔直接了墨嘅。其實聊聊這節目都有意思，因為當到個阿公阿婆咧送嚟這節目，其實非常嘅歡喜，所以咧其實有當到神奇嘅故事，就咧大家都分享，大家先聊下，你等下再嚟講。基本老鄉親朋友咧，小介大禮拜三唔條8點嘅新嘅節目《流面線插貨店》，其實係繞場你當到你講原發處嘅阿公阿婆阿叔阿爸，就喺呢度節目地度好好咧打嘴鼓，新冠對於賣相反是好好咧講出來，你係貴條係講乜嘅，上係講乜嘅，是講乜嘅，韓家愛知道對安樣嘅節目嚟講，其實係彼此的學習。相互咧學習，然後後生伊看到咪啲原來佢哋係安樣想，你都係分享過後，阿公阿婆咪說原來你都係安樣想，而且這很重要哈。一直看着我笑得那麼美麗，是不是笑得安詳？我講到兩行，而且東南地它議題非常多元，議題非常嘅多元，唐講語題，然後寵物有關係嗎？這個是，而且然後阿伯有關係嗎？係啊，因為呢個節目當到議題，我搶到當到專業人啦，咩有寵物咩批判呢種啊，有種人聲音咧，譬如講佢睇嘅出去嘅，佢適當貼片咧係你反映到紅面番呀，鳳面番，所以寒天色嘛個薑母鴨，不是母鴨，是薑母鴨。香港一開始連吃到當神仙，還有搶到叫回來啊！真見來都樣樣跑。真見係同講嘅現場嘅叫啊，跟媽媽我講發嘅時間，係啊，就是按你稀稀疏疏。結果我數就係我講，那你去遛狗。我出籠，我就樣碰地波，一整集我遛了半集的狗。真嘅，我就想講，按到啲寵物嗬，紅面番呀當貼片，我想講。躺起來當好笑啊！冇，兩位太子佢哋講，我嘅一開始佢學拍攞出嘛，學當到300人走，學到嘅暗工地度，睇暗工地度。音樂啦，出去旅行轉來，每位是強，技術改，我哋學阿伯好誒，一個佢就學阿伯，阿伯有乜解？妹，一開始佢哋講嘅時候，哇，對佢當好呢，因為佢因為你水泥地嘛，冇法度給佢鋪地毯啊，做乜嘅養盆俾有潮水，我看人強樣，有一年老佢就講到佢難產而死，因為佢亂卡蛋，突如其來的，佢講到都結尾呢，佢家人哦就將判就我看人判上司。你看，躺下當好笑，唔過人現場嘅時間啦，如果講到咩時間，木質欄杆，係同講唔但槍哦，見木質欄杆，係隔壁嘅主持人見木質欄杆。等一下，我覺得乃至後親後生，我們的一家故事後生，乃至後親港同意，是你們3個，你們3個人要不要去主持相聲節目？你們那表情清生動，
这每个主讲说旁边人说，而且两个一起说你第一个，他说你第一，美，结尾说你第一秒嘛，六成说美。三个你讲係之前同學上，我建議唔好記。真紧就会按的，因为给粮食唔但像一上瘾，就给后面摆呀，哎呀，唔顶到地方啥？九九老婆婆，九九块哎，六啥？九九老婆。结果跟六啥很变好朋友，加赖呢，就讲哎呦，做的咩唔一樣天故事你叫係冇？嚟叫天數有其他人叫冇？哦，有啦，有哦其實呢個故事真件同感同。真件啊！我十二個叫吼，因為件起碼嘅同神奇嘅事真件情。吼那有些人都唔樣啊，沒有人保滿意下。哎，你一日啊，吼，做得溜40，吼，哎呀，上年咧做得叫30。我問一下，像這邊嗰啲節目底路係講叫字嘅阿公阿婆記到嘅。就天天叫啊，叫啊叫啊，叫啊叫係啊，啊一件事情係就想講，喲，發生乜抒發嘅事情？情緒，愛用嘅感覺，真嘅表達情感嘅感覺。因為我知道我角色係用，可能因為我係阿婆脫胎，我知道有一啲補充嘅心理，因為我阿婆可能啲幾單顏色嘅時間，冇按到時間，冇按到時間係冇，我哋有一種補充嘅心理，說誒，當初落嚟木下斯泰人強下成飯，嗰種記得叫嘅時間，我一聽我拄唔掉呢。因為你有同理心嘅感覺，你想佢嘅感受，故種你就會有安慰感覺。唔過係上人行得誇張，我啲叫時嘅時間，我想講，送人啲幾位哪位先至幫我，冇佢自己轉身叫邊個係太上。我講一下，跟住攝你就啲留言嘅時候，我聽到係做緊啲動感堂，係咩木質人家按啊，你看到個十二個木質已經按你跌下來了，跌下來，嘿，我就講，哎呦，佢根本冇準備嘅 V 神字，啊，你看到人哋嘅紙種，就啲後背嘅片嘛，就，然後佢就烘起來就拿定嘅 V 神字，撈到幾拿本嚟？嘿，我撈到一卡，吼，係先喺我出去拿 V 神字落來，啊，就按你行出去，結果冇卡，見到 V 神字出嚟嚟做，那個導播排聲啊，撈到已經卡了，佢出嚟，因為佢冇一樣事會。不 keep 冇 keep 到佢，佢叫到行下嘔吧。因為真嘅同感同啊，記得嘅是譬如講，夫妻啊，兩公婆哦哎，其他的就是有一些真情告白用的，就是我講，因為佢講，哎，可是不是在講紅面飯啊不，跟他講一陣主題，講主題都講好叫啦，睇個做朋友咪做得去，看一下叫。錯，啊，就知道講懂，有一些因為俺從沒從雜位講樣，俺沒阿公阿婆出台，故說有一些講阿公阿婆講一些新度法，就是講懂感通，還有一些實質的咩哦，真嘅實質誒，其他的都叫到都唔掉呢。當天因為結13年咯，加乾。家娘，還有家姐夫三傻，叫照顧三傻呢。真嘅懂辛苦。哦，我堂東啊都知道哦。嗰種你了解嘅時間啊，吼，啲一片談故事，嗰邊就，哦，我之後你嘅收音是特別辛苦。我係走去了解啦，因為一下阿公阿婆佢哋啲屋卡全部做嘅準備，我開始嘅家庭嘅經營，當時有幾比做得前到佢年齡嘅人向下來打罪。真嘅。就像阿婆家是獨當人生有乜嘅困難嘅時候，話我講阿婆，我受你冇，佢聽錯我眼眼講，唔會啦，因為冇啦，叫鼓勵你，叫鼓勵你。我啲阿頭尾要動到同佢向下平台嘅人，經歷同樣嘅事情，佢都得表下嗰種案例好好來分享。仲有係有專家。你了解過後啊，佢就行為互相加賴。呢種講有一些係講嘅實質真嘅，結果了解，大家互相加賴，就講向小組的互相加聯絡，互相傾訴。我覺得這才我知道你要講係最重要是最重要嘅事情哈。不過其實一年議題只是動嘅，其實還有一集譬如講也有討論到，沒有討論到老的照顧。哦，錯冇？咩龍太下講啲啊，老照顧之外，本太家啲講，長照嘅服務係樣百姓，當真係唔掂呢，唔掂呢邊有乜嘅服務機構？你想看哦，我們以為我都話到，我都嘅宣傳動到咧，我都話到大家都啲，其實你這些門其實記得唔啲。哦，錯冇？你係先咩當我叫？唔拉意思目標。因為佢照顧嘅媽媽叫嘅。佢有六七好多年，佢有第個嫩癌，照顧嘅期間得到嫩癌。啊，我啲啊故事，係，我有聽過。後面佢受不了了，因為佢喺度露台嘛，
記得佢咪討論講去養老院，養老院，錯跟媽媽一開始有發現，比如講禮拜一討論，禮拜三就跟媽媽講，過兩日跟媽媽做過生咧。工作嘅成本都一直行唔出來。基本有罪惡感，基本知道係自家嘅問題。不過真嘅唔係佢做唔得按樣想，不過可以理解佢有冇按樣想。點解人擺你可能要讀到嘅議題，佢一直有講嘛？講過嘅時間有講。冇，一開始就講啊，2060年嘅時間，你係越來越多做老照顧，大家做呢個節目係一當重要嘅，就係講大家。生意上道，人擺永樣擺去，生上好，我知道當中。我講真嘅哦，我有按樣嘅經驗，就是我打電話俾一個阿公，我同佢講話有事情要聯絡嘅時間，佢就有些談唔到。我說阿公，你做得很呀，來冇？因為佢來做顧佢，我想講按樣同來嘅溝通較偏離，就佢來來，我說喂你好，佢來70歲，哇！你做得了解我嘅心情冇？其實係阿公。照顧阿公，而家講阿公照顧阿太，學認啲我嘅心情。嗰種天然我看到佢嘅時節，其實係一個阿公父嘅一個老阿公。哇！做得理解我嘅心情。嗰種我知道也唔係講老人家嘅抱怨也好，流面線也好，其實啲節目底度你討論到清重要嘅議題，能夠清醒法啦，做埋我基本應會一直經常已講出來，我基。因為唔拉路，嗰種冇流面線嘅感覺。越線嚟做龍年講用蠻講法順。走得。咁請嚇！其實我哋睇下都啲民主啊，民主係你嘅客家嘅，有冇客家妹嘅代表？佢爸爸沒有興趣。有哦。有，也就會問之種嘅，因為搶到按大卡嘅你。真嘅。因為真聽講啦，佢咩董上我哋上節目，你自己講之前就來我哋聯絡，不是講，有知道講，劉面先，董神七嘅一隻節目啊，有知道講，有知道做老師太研做了他嘅分享啊樣，知道董神七，嗰時佢就講，有時他要做提早就打本來哦，結果因為以前啊就老問過問題嘅，就會。等下咧，嗰時你真嘅就打本機，佢真嘅就來，內容真有意思吼，大家先聊下，就嚟當頭台，然後內容又嘛個新奇嘅故事，聊下，等下就嚟講。當番兒做啲繞牆道上街，裏邊呢度全部啲都去上街，伊講話嗌啥唔是講話，但是咁樣。好咧，上街是係流面線差不多，不過講來講去，從講到當好笑，其實真少咧講是你嘅真少慣性嘅理解，了解社會，慣性了解社會嘅議題，慣性嘅你高齡化嘅問題，吼，不要當到解去注意解議題，像係老照顧啊，從某樣容易咧面對當到嘅事情，吼。不過講到咧咧，其實上台節目係咩講到繞牆道。真天哥，真天哥，係，佢就真勁來嘅，我們隆重邀請。結果韓國佢現場有一個經紀人，就係民主阿姊。當然以為叫下來啦，叫下來支持人哋。韓國大家就是說，不過有表示佢嘅愛啊，係啊，其實佢爸爸來啊。你錄節目嘅時間有動到嘅聲音，你就會來看爸爸媽媽，所以有啲真勁懂感同。迄個我係聲音，看到爸爸媽媽迄兩樣，係要吃到清歡喜。係啊，對，你們做的理解我嘅意思嘛？因為代表佢哋自己做一件清歡喜嘅事情，最強嘅就係老人家冇事情做。冇錯，係看到爸爸媽媽上海講嘅話。唔過真聽講，唔過我們知道民主阿姊跟有一些競爭。真係假競爭，有人講，因為佢講，因為嗰隻主題係講望子成龍嘅主題啦，就會講唔可以看生意嘅條路係樣辦，職業發展係樣辦。我說其實整天講佢可能要講出新都會發，嗰啲就冇講按道了，因為都是有看節目。其實當職業
一听就想讲哎，来么一听要做嘛个事情，就算人摸一下，他变成太阳神，佢行起按你上。规心哦，规心都报名来看到他家表情，佢还咧照讲进来，唔讲爱吃到爱动力哈，你自家讲。其实佢听说会吃到清强咯嘅啦，嘿唔讲，因为爸爸性感度尤其他圆年顿体态嘅用诶。系啊，看节目一定要错。其实真的有青岛嘅事情做嚟讨论，不过我想要先进行一下基本一下这个请定一下个题目哈。十二个，你要主持呀，里面先插播点嘛哈。我哋要用啥主持？你不你先，你做得先，你是做得先一啥你会先骂啥哈？如果有按钮给组合，嘿你会选那个黑应征，还是喊黑阿群妹？哦，哎，你嘿，你要唔敢唱，係限你很限年齡嘅，跟住其他都生命面前，替拜主持，上到 Q 用的，哎呀，那个妈感谢你。哇！Q 下你们先，大你杜拉先。走得。耶，加薪。阿群妹，排谁哦？败给12年前的自己。哎，好可爱，请等一下哈，就按一下，阿群妹你输了，就按你冇乜嘅好講嘅哈。好，那你嘅問題，哎呦，可以講哦，這是一個比較害羞嘅事情，你只能選一個，在你最重要感應面前跌倒，喊係賭觀眾面前跌倒，對倒。我知道兩片都做在跌倒啊。個小米啊，看電動用版吧。其實我知道講一兩題係 Q 用嘅啊，因為觀眾應該就會中意愛了。我不接受這個答案，你家所有嘅答案你都選，你拉先。好啦，觀眾啦。因為你想看啊，安尼好你看，誰啊？我就按用人中意嘅人係去做唔得。我嘅想法係因為觀眾安尼看到佢要動歡喜，安尼大家就動歡喜。哦，因為你哋啲中意人條錢都冇偏數過。我同意過。好啊。哎呦，哎，你看給這種人嘅問題。來啊！係啊。你咧要加薪水冇？以前阿權妹做認真，你要選誰？一題目係阿權咩下嘅？係啊。做兩隻都選冇。做唔得。哎，真的係有兩主持。狗某下係嘛嘅情形係？沒有啊，冇啊，死亡拷問就要用人啊。哎呦，靈魂拷問。好，我會董乃先。董乃先的呀，這你選不出來。跟住先佢兩上來吹一出。董乃先李總。哦，沒錯。其實這是故意，其實也係剛才那個澤偉哥嘅問題啦。我真正嘅問嘅係，請問一下錄影對你來講最大嘅困難係乜嘢？最大嘅困難嘛，其實我知道係老斯坦人嘅溝通，點都係按用。因為我知道講，因為當時嘅主題都冇咁用嘛。當然主題上要請資料也得，我知道講按你較改，唔過講。老師他應該主題要叫出來，佢也得會深度化。有願意講，係，要敞開胸胸講俾你聽。要講俾你聽。其實我知道講，有很多老 K 吧，很多訓練講，你一定會從太人嘅斯坦人腔用，太人阿公阿婆腔用，佢也得讓我老人講深度化。真嘅。係啊，嗰種就是我們的親民感很重要。真嘅，佢會心意啦，佢會心英語當做對啦。因為他斯坦人反炸意思其實一強。哦。至少就有一個防範了。可是那時候按你係，一打電話來電下反詐騙165啊，先打一下。真嘅有呢，真嘅有斯坦人。電下還是問一下165啊？真嘅有一把有張斯坦人就講，佢車架去打電話問165，佢講冇按你，一隻電話唔係啊。佢這樣較安心了，講按你電話。不過呀，被有司馬街，那也是好事。係。特別有愛用嘅意思。OK。我第一天從嘅時候，我做講重比啊、昆豆、蘇菲啊。第一天從佢哋就會動歡喜，那同講佢係隱藏里長嘅，睇下來天嘅就會講，蘇菲亞都來咯，蘇菲亞做按你做得冇，哎呀，家按你講做得冇，那個事情就會請蘇菲亞呢。啊，你的就是說啊，用清江，還有心形吶，也要提供情緒價值，超，我們也很需要，清洗要，
还有啊，第6样嘅时节其实同一般嘅6样无同，比如你们要准备嘅游水啊，好有冇？哦，比如讲，我一开始的时间看到泰国太极落来，我一听到本嘅不用强壮，一开始抽安尼，军人。周饼，真紧就周饼，某种的强松，还有爱的鼓励预备起，好嘿。还有二代记得冲山歌咧。哦，但是头前啊，就一个边山歌啊，一个创爱歌，也系讲带给的创歌的，还有做戏啊嘛，个做听得记得。你讲一下，还有谁可以取代你？马上就在讲，对，你的主持系咩？真嘅，很厉害。尤其啊冲山歌当难呢。哎，真嘅当然哦，遇上这个山歌版来哦，哦，比还较会冲一听来呀，才写大本数情绪价值，才写大本对，情绪价值。后面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，就是你们去歌谣班，系冇海选嘅故事。因为初期都规划节目的时间，啊，知道讲我动到嘅来宾也好，也系讲其他的意见也好，我田野调查就错诶，就去个狗友班啊，无心歌谣班，还有民生社区。哎，我讲出来走对啦，哈，走对啦，哈，都会讲出来。走，就去嗰边就迄这出家去老先生讲，哎，你做的宣传嘛，而且大部分嘅先生班总。先联络班总在老先生讲啊，就去做大家嘅狗友班哎。哦，系啊。啊，唔係衝歌衝千度拜嘅。係啊，唔但唱戲哦，行我停幾條叫他衝歌誒。有一半就會差不多按不頭8點人吧，就去民生社區嗰邊，嗰先生就都練歌誒，就你去咩？可能班總無老先生講都按清楚吧，講宣傳一下就會可能有急事要先離開，就你去啲度。佢就衝嘅錄衣裳啦，錄衣裳二姐的。韓國有嘅歌詞沒有發本地，那我就老嗌同事。經典而起碼啥係冇，佢不過而起衝歌誒，唔過佢有幾行場，佢有他的 tempo 就衝嘅，佢就硬衝係差唔多有19遍吧。來預備開始，然後又衝好笑，曲線，只有配合你。就衝動到。追妹佢哋要來嘛？有，還有去個無心班嘅歌謠班，佢也都東人來報名，嗰時就差唔多有20人差不多。哇！哎，20人，那回響真的非常大。哎，唔單止係報名嘅回響咧，其實節目唔單止係錄睇過後，也係播出過後，其實回響也真大。有聽到很情緒價值嘅、很滿嘅回饋。有啊，像我朋友佢佢媽媽係客家人，佢即係冇講客家話，唔見佢媽媽愛滋海默症。哦。係，佢第一特禮拜6，出圖佢媽媽強下看流面線，走神體。哦，我佢傳樣片本來時間其實係當感唔通，就是講什麼嘢就係講我媽媽看呢節目，佢知道佢有能力可以對抗這個阿茲海默症。還有我差唔多3年初嘅時節去宜蘭做主持發通，啊結果就一個觀眾就講，哎呦，你係認真吼，等下睇見咩要按鈕，哎呦，要按鈕嘅，因為我大擺講我係認真嘅事，然後大家就認唔出來呢。就講佢你係認真吼，佢講係啊，睇講唔好啊，啲宜蘭客家人本身就少，我就嚇到喲，講還有看人嘅節目哦，係本來想去練習生來戲，呢幾隻節目播到較多年咧，我就講，哎呦係啊，大擺出嘅我已經冇按過哦，結果佢講唔係啦，係看流面線差冇呀，張寶一兩視頻咧，哇，啲宜蘭呢。哇！感通，什麼太假？逢誒，真嘅，太假啦。我知道一樣嘅節目唔係，它唔單止係娛樂，其實佢真嘅有佢很重要的意義喺地度吼。哦，這真嘅回響，你們有時都嘛該聽某個嘅回響咯。其實知道講，因為有一些人講嘅不婚不生嘅一個主題，其實沒。從古到今都東也都討論這個問題。每次我們也去給去街頭訪問，數到都後上人的回饋。韓國咧就會有一隻老人家，佢參加嘅是以後轉去，其實真嘅老人冇有交錯。哦，之後也係稱讚到嘅。真嘅，係，你看哦，節目最後節目嘅最尾。係咩？要乜嘅？請大家來報名。收，就是教人嘅臉書，有 QR code，因為有 QR code 做的掃社群按用，講一人的啊，你會有你 K 會讓人聯繫，按公眾人員會讓人聯繫。沒詐騙咯，對，沒詐騙。希望警察哦，希望大家真人做對來參加按用嘅節目，大家向下來留面線按用嗬。所以鼓手今日請感謝上邊來到鴉片，安子生，什麼大家。
耶！哇，所以家乡亲朋友天天下来做认同咧。绕墙大家来到福喜来咧嘅民宿勤宅，还有天日客家天时 YouTube 频道，还有老两个样片勤宅分享出去本大家哦。